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今仔日继续读伫顶礼拜所读的诗篇34篇，顶礼拜读第1节到14节，今仔日咱所读的是15节到22节，拢是诗篇34篇。若是照着顶礼拜咱伫讲道中间有所讲到的，即个诗篇34篇，伊就是大卫所写的。虽然规首诗内底充满着真侪阿乐感谢的字眼，总是即首诗毋是伫伊人生上得意、上着时的时所写，反倒伊为着要逃避互人受害的命运，所以伊伫阿比米勒的面前结空争笑，然后伫迄个中间才会当相骗人要用刀剑甲杀，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其实诗篇34篇虽然充满着阿乐，充满着感谢，充满着真正面的字眼，但是事实上，伊是代表伫一世人中间真艰苦的一段过程，因为伊伫即个中间相骗着上帝伫遐对伊的保守。看顾，互伊伫人看做真见笑的中间，用一个装笑的，互人当做讲啊，即个无效啊，即个是笑的，甲伊赶出去，所以才无甲杀。但是今仔日我用逢凶化吉，啊真歹势，台语我袂晓读，我读袂出来。但是即个字眼会当伫有一本小说叫做《水浒传》内底，你会当看见伊用即个字眼。伫《水浒传》内底，伊伫42回内底，伊讲着，伊讲豪杰交友满天下，逢凶化吉天生成。意思就是讲，因为遮个人，咱知影《水浒传》伊讲着几条好汉，36天罡72地煞，所以一共加起来108，108个。才会讲起来嘛，毋是啥物真好势，因为因拢差不多是走路的。有的是本来做官的，有的是本来就是做贼的，总是因为因交的朋友真侪，互因会当伫迄个中间闪避着人生所遇着困难，然后有一个帮助。你若伫网络顶悬的成语词典内底网络的你会当看到伊所写的近义词，伊讲逢凶化吉，啥物意思？伊讲叫做化险为夷，伊讲叫做绝处逢生，伊讲叫做转败为胜，伊讲叫做转危为安。我想，诗篇34篇代表伫遮写即首诗的时，这就是伊心内所想、所感觉的。就是因为伊伫伊人生过程中间有太济，互伊行袂落去，然后伫迄个中间一转过，人生看见无共款的出路。只不过大卫所靠的，毋是亲像《水浒传》内底靠着遐个108个好朋友，伊所靠的是我靠上帝。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诗篇34篇内底第18节，伊讲着。18节，耶和华瓦困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若是用和合本的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心灵痛悔的人。我想，这就是大卫伫即个中间，伊心内上介深的感受。伊要转来找上帝，伊要转来求叫上帝讲：上帝啊！我是一个伤心的人，求你拯救我。但是对大卫来讲，伊的一生是充满着真特别的故事。伊真细汉就去互抹油做恶，大卫一生拢总受抹油3摆。第一摆是撒母耳甲抹油，第二摆是伊伫希伯伦要做王抹油。第3摆，伊是后来要做全以色列的王，所以第3摆抹油。但是伫伊抹油的中间，毋是一抹油落，就互伊看见伊人生一帆风顺，大好倒表。伊油抹落，
伊真做是一个非常伫扫罗的面前一个伟大的战士，所以伊也伫迄个中间杀赢歌利亚。杀赢歌利亚，若是顶礼拜咱的讲道内底有讲到，当伊去走去迄个祭司的面前，甲伊找讲你有物件通食无？伊互伊啥物物件？伫圣道顶院所摆服侍上帝的饼。伊甲伊问讲你有刀剑无？结果迄个祭司互伊啥？互伊歌利亚杀死歌利亚所留落来迄支刀。大卫的一生也真特别，伊也捌互扫罗王伫遐非常欢喜，所以专讲要甲伊的查某囝嫁互伊。伊的大查某囝是米拉，结果扫罗无将米拉大汉查某囝嫁互伊，但是后来将米甲嫁互即个大卫。所以大卫伊讲起来是啥？是王的囝婿对无？王的囝婿哦，哇，这听起来袂歹哦。若做王的囝婿，我伫想应该会当减30年的奋斗吧，凡事不济哦。但是真可惜，大卫敢有遮好？无啦。了后，伊去用追杀8年，扫罗王伫迄个中间要甲追杀8年。大卫拢总有2摆的机会会当伫崩坑内底杀死迄个扫罗王，但是大卫敢有安尼做？无，伊无安尼做。然后伊伫走路，咱顶礼拜嘛有讲到，伊伫希伯伦做王7年。当伊咧走路的时，就是咱诗篇34篇走路了，伊全走去阿杜兰洞，有偌济人对伊，敢会记住？400个人对伊，这400个人是真请赢的吗？毋是，迄是对大卫做伙走路的。但是后来大卫伫希伯伦做王7年，后来伊做以色列王33年。要看卖，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，伊几岁？伊做以色列王33年，然后伊伫做以色列王，全以色列即个希伯伦做王7年，敢若做犹大尔，敢若一小部分。后来做全以色列王33年，但是当伊做王的时，伊30岁，伊只有30岁。意思是伊几岁开始走路？伊20几岁就开始走路，所以大卫有足丰富的走路经验。伊才会当伫诗篇拢总所写76篇的诗篇内底，有46首是伫即个8年的中间所完成。大卫的故事还袂结束。大卫早前做少年的时，伊会当弹琴，伊会当替扫罗王赶心内鬼魔，所以伊有非常强的心内的状况。但是当伊做王了后，伊也开始有一个真辉煌的一生，开始有人送材料来互伊，所以伊为着圣殿来准备材料。我想这是一个上界特别的部分。伊伫即个中间，伊收集真济的物件，石头、柴箍，然后伫以色列内底有真济有机能的工匠，伫迄个中间会当做雕刻的，所以伊伫遐来收集。但是伊嘛杀人夫断人妻，迄是物啦？伊杀乌利亚，然后去得到伊的某叫做别西巴，拔示巴。伫迄个中间，伊犯罪。另外一项犯罪就是伊点笑以色列的兵，点数以色列的兵。结果即个动作，互上帝无欢喜，因为看见大卫的骄傲，所以为着即项事，以色列拢总死7万人。这是大卫伊所行一生中间有真辉煌的事，但是嘛有互人真艰苦心的事。然后一直到伊年老的时，伊家己的囝起来要造反甲杀。押沙龙佫毋是唯一一个起来要甲杀的囝，
伊还阁有其他的囝拢总起来要来杀大闢。啊，即个伫遮个故事的中间，会当看见大闢伊一生有真辉煌、真水的过程。但是你嘛会当看到伫伊一生的中间，有真侪互伊足痛心的。所以有一个牧师叫做主义，伊甲即个大闢甲伊分做4个时期。4个时期，第一个就是美好灵性的少年，因为即阵的大闢，伊足够弹琴唱歌。即阵的大闢，伊伫少年的中间会当顾羊啊，保守遐个羊啊。伊伫即个中间，伊会当弹琴，互扫罗来听，互扫罗的心会当有欢喜甲平安。所以对伫大闢来讲，伊是一个甲上帝关系真好的一个人。伊伫遐仰望上帝，所以伊也写亲像诗篇23篇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这我想也是伫伊细汉的中间，伊甲上帝之间所培养一个真好真水的关系。这个主义牧师，伊讲到大闢的第二部分是大能勇士的青年。因为伫即个中间，伊不只是以色列的战术，伊阁有一句话，咱顶礼拜有讲到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闢杀死万万。所以大闢伫即个中间，伊征战，那讲起来就是伊毋捌输过。伊既若征战的所在，就是得胜有存；伊既行过的所在，就是上帝的大能介绍甲指定。互伊所前的所在，拢得到上帝的保守甲看顾。所以大闢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但是到伫伊中年的时，伊经历着挫折。他们都有讲到，第一个，伊去想爱看人洗身躯吼，迄风景毋知是安怎起的吼，那会拢会当起甲伊会当看到别人洗身躯。所以转害死乌利亚，然后夺别是巴。这个别是巴是大闢的第8个某。第8，这咱真少讲到吼。伊是大闢的第8个某，意思就是头前有几个？头前有7个。你毋去看伊洗身躯，你着去看迄个第8个洗身躯。然后后来，上帝无祝福大闢，总是夺去伊甲别是巴所生的第一个囝。若后来有生着一个真出名的人，后来继承以色列做王，叫做所罗门王。这个所罗门王是伊甲别是巴所生的第4个囝。伊囝儿真济，某真济，但是互伊所造成的纷争也真济。所以大闢伫中年过了后，伊所咧处理的差不多拢是因兜的家内事，伊的囝儿冤家，然后兄哥去强奸小乱，然后王两个兄哥伫遐夺王位，甚至起来要抬后爸，所以抬到尾啊变做即个大闢王爱走路。伊个对做王的走路爱出来，然后规个以色列伫迄个中间，亲像叛乱一样。所以大闢伫即个中间心真艰苦，因为伊伫中年过了后，伊所拄着的拢是遐个挫折，拢是伫遐袂好势。是安那？伊明明就真疼伊的囝押沙龙，总是即个押沙龙。要起来甲杀，然后当后来伊知影，伊真爱遐个军兵，毋通杀即个押沙龙，爱留伊的命。但是即个押沙龙后来去互杀死了后，大闢心真艰苦。结果转互伊的兵仔伫遐咧讲，敢讲阮杀死押沙龙，拯救你王的性命，你拢无看重吗？你敢若为着迄个叛乱的人，伫遐咧哀哭，伫遐咧伤心嘛？阮即阵尽忠的人，你拢无看到吗？
我想伫即个中间，伊有真大伫遐，伊甲伊家己之间的冲突。伫伊一生所行的计划内底，无拄拢亲像伊家己所行所讲的遮尔好。咱嘛知影，大笔雄雄有一暗起来，看见伊所住的皇宫是遮尔水，总是上帝的约柜放伫落，放伫天道内底，搭一个棚仔。转雄雄想着讲，我住遮水，我毋着爱甲上帝来起一个圣殿才对。但是上帝伫迄个中间，敢有允准伊起圣殿？无。对我来讲，我会感觉讲，大笔一生有真侪成就，总是是安怎伫伊有遮尔好、遮尔侪成就内底，上帝无要互伊起圣殿。做一个王，做甲伊会当收集真侪材料，然后佫会当伫迄个中间为上帝来起圣殿，迄敢毋是真好、真水的见证啊！不管如何，上帝无答应伊来起圣殿，但是即个大笔，伊反倒伫迄个中间顺服，伊无因为即件代志伫遐伫埋怨，伊颠倒欢喜顺服上帝美好的旨意。亲爱的兄弟。伫即个中间，虽然大笔的一生亲像无照大笔所想的安尼咧行，总是当伊顺服伫上帝的旨意甲计划内底时，上帝永远保守甲看顾。尤其是当伊伫遐受抬，还是受掠，还是伫遐受迫害，因囝要起来甲抬的时，伊反倒伫迄个中间，算笑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大笔一直到晚年的时，即个主义牧师伊用安静谦卑的晚年来形容大笔，因为伊一生所行过已经差不多要煞，但是只有伫尾仔的中间，互人重新看见大笔伫遐咧回想伊甲上帝之间的关系。亲爱的兄弟，大笔的一生嘛有可能亲像咱的一生，伫咱少年的时，有真好的愿望，咱会当看真远，想要做。到伫青年的时，大有气力，咱嘛会当拼，会当行。但是到咱中年的时，有可能也亲像大笔所行的、所做的，无亲像咱当初时所讲的计划遐尔的好，遐尔的顺，甚至到尾。伫晚年的时，是用安静谦卑，重新敲找伊甲上帝之间的关系。但是大笔真特别的就是，当伊行过伊人生即款真无共款的路站，互人看见伊亲像波澜壮阔，但是伊却是合神心意。伊的环境改变足侪，唯一无变的是，伊甲上帝之间的关系，伊抓牢起了。但是当咱看咱家己所行的人生的时，咱是毋是也亲像大笔同款？伫顺境逆境中间，拢抓牢咱甲上帝的关系；伫得时不得时的时，拢抓上帝，诚做咱上界优先的。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敢会转变？有时咱所行的路，咱期待讲人伫困难中间是对上帝的仰望，然后咱祈求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救我；上帝啊，你帮助我；上帝啊，我有会当奉献；上帝啊，我会当做的，求你使用。但是当咱所爱的，当咱所计划的，上帝无照即个来互咱的时，有时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，反倒是人伫失败中上界好的借口。因人常常照着家己的意思在做，但是无顺咱意的时咧，即个上帝无效，即个上帝无价值。我要离开教会，我要离开上帝，我要离开我所爱的。咱爱的物件有真侪，但是咱所爱的，却无一定拄拢是上帝伫伊的旨意中间所要互咱的。我想他们都有讲到。若是我家己本身读到诗篇34篇的时，
我一直咧想一项物件，是安怎伫台北，伊的成就遮尔大、遮尔伟大，伊真做当初是所有世界中心的时，上帝无互伊牺牲咧。伊敢会使伫迄个中间嘛埋怨上帝啊？你哪无互我牺牲咧？你哪无将即份荣耀来放伫我的身上？拄啊好倒面，台北伫迄个中间顺服上帝对台北的旨意，所以伊无牺牲咧。伊嘛无因为即项代志伫遐来受气，伊反倒因为即项代志来感谢上帝，然后上帝赐福伊更较济。台北的一生真特别。假使我若用台北所行一生的道路，拢亲像咱的题目所写的逢凶化吉的话，我想是上介贴切。但是拄起逢凶化吉以后，阁爱加一句稳定不断。因为我感觉台北伫一生内底，伊有一个4项真大的表现。第一个就是伊一生甲上帝同行，追求上帝的心意。这是一般的人常常做袂到的，因为咱欢喜的时，照咱的意思来感谢，总是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咱有可能会埋怨上帝，你哪会无互我？因为咱常常拢是伫迄个中间，用我做开头，我是我的中心，我是世界的中心。这个世界是毋是照着我所想的，照着我所行的来行来做？但是今仔日台北伫迄个中间，伊毋是用伊家己的心来做中心，伊反倒是愿意甲上帝同行，用上帝的旨意做伊人生的中心。所以伊伫迄个中间也谦卑顺服，当伊有过失，当伊有犯错。当伊伫伊所行的路崩壁行袂落去的时，伊毋是用埋怨来面对上帝，总是伊反倒来看家己，问家己讲：我所做的到底有合上帝的意思无？即种的人，伊掠上帝比家己较重，伊看上帝比看家己较重要。所以，伊也愿意伫迄个中间来放伊一世人伫上帝面前专心仰望，完全交托。因为伊知影，伊一生所行所做的，毋是为着伊家己，伊是为着上帝来行，为着上帝来做。所以是上帝来负责伊的一生，毋是伊家己来负责。所以伫伊所行过的路站，毋是用我自己，用自我。做伊思考的中心，反倒伫迄个中间，愿意将伊家己所有的伊的囝儿、伊的财产、伊的地位、伊的未来、伊的家族、伊的一生、伊的国家，以及伊所疼的人，拢总专心仰望，交托伫上帝面前。疼，毋是占有，爱不是占有，爱不是占有。而是相信，伊伫迄个中间相信上帝的疼，的确引带伊的家族、伊的民族，甚至是伊的国家，要行头前伊所看袂到的路。然后伊也伫伊一生的中间，圣孝稳定，欢喜感谢。亲爱的兄弟，咱圣孝的稳定是甚物款的稳定？咱算小的稳定是上帝赐福咱，会当伫人的面前来夸口的稳定。但是今仔日台北伊所算小的稳定，是伊伫对着面前去互当作小的，然后赶出阿比米勒的面前的时，伊犹原伫遐用欢喜甲感谢在面对上帝对伊的拯救。伊所算小的稳定，是伊伫逆境。伊伫艰苦，伊伫目屎，伊伫失去伊的方向的中间，犹原看见上帝怜悯甲保守，所以互伊会当继续去行伊头前所要跑走的路站，用欢喜感谢的心继续来行。亲爱的兄弟，
今仔日咱所欠过的是啥物？今仔日咱所欠过的是咱伫艰苦、痛苦，也伫心痛疼的中间，重新转来找求上帝旨意，交托咱家己所有的。今仔日咱需要放下的是啥物？咱需要放下的是咱家己对咱人生家己的计划。爱放下咱家己对咱家己的期待，然后重新亲像大笔去问讲：上帝啊，你爱我做啥？我伫遮求你垂听我。你所想事我的问题，拢是你的。伫咱教会伫唱奉献诗的时，我毋知影咱敢有注意到。等一下，若唱奉献诗的时，请咱注意咱所念的歌词。所有的想事，毋是要献互你；所有的想事，是要行互你。遮个物件，咱所得到手里一切，互人欣赏。所有的物，拢是上帝。独独，伊今仔日交伫一个。愿意听伊、尊叹伊旨意的人，伫伊的生命中间来看见、享受这款的问题。亲爱兄弟，什么种的人才会当逢凶化吉？独独只有追求上帝心意的人。伫咱21节内底，伊所讲的罪恶要害死歹人，怨恨义人的。要受定罪，所以要掠掉咱所要行的骹步，知影咱所要踏的每一骹步，到底是踏位对一边去。22节，耶和华救赎伊的奴仆的身份，既若我靠伊的，无一个受定罪。若是安尼，咱是毋是迄个我靠耶和华的人？假使咱若是我靠耶和华的人，咱才会当伫追求心意的中间逢凶化吉。毋知大家看到即张树啊，你有啥物款的感触？这是一张树啊，伊的树根内底看起来亲像一个啥？石头。我想若对着一个树啊来讲，下底卡一个石头，即张树啊真歹定根。有可能伫定根的过程中间受阻挡，但是我真歹想象，即张树仔是安怎行过伊的人生路程。因为即个用人的眼光所看起来，亲像是一个主动的树仔，这树仔足大丛哦，石头也足大粒哦。迄个石头大概到我的腰哦，所以迄是足大丛的树仔，足大粒的石头。但是即张树啊，无将即个石头当作伊人生无法度定根向前的借口，伊也无伫即个中间埋怨上帝讲：是安怎你互我生伫遮，总是囥一粒石头，互我加伫遮。反倒伊用伊的根，将规粒石头摸起来。然后继续定根伫伊所徛在的所在，青翠大丛，互人看见即张树啊，甲伊的痛苦同徛起，但是我相信也甲伊的祝福同徛起。愿咱每一个人，毋是用埋怨来成做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愿咱会当亲像即张树啊，就算讲我人生内底有一粒石头甲我剌咧，我犹原坚信上帝是我的倚靠甲帮助。我犹原坚信，伫我所定根的所在有上帝伊美好的旨意。我犹原相信，就算讲我摸即粒石头一世人，我犹原要欢喜快乐，吟诗无煞。我犹原仰望我的上帝，行头前的路，三甲来记得。
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听阮。有阮伫得时不得时的时，你拢成做阮的上帝；，互阮伫得意不得意的时，你拢施恩伸手牵阮行。主啊，伫阮人生所跑走的路站顶悬，咸菜无法度照阮的意思。有可能，阮愿意伫阮人生中间付出真济，总是阮却无法度得到同款的回报。主，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常常用阮家己做中心，阮常常用阮家己的意爱、需要，用阮家己的意思来向你求讨，总是却袂记得，阮伫你的旨意中间。到底徛在伫一个什么款的位置，扮演一个什么款的角色？主啊，求你互阮搁一摆学习谦卑家己，看无家己，互阮抬头看见你的荣耀甲你的显现。主，互你伫地面上所要建立上帝国的稳定，互阮每一个人有福气，通参与伫即内底。主，求你改变阮的心态，互阮虽然一世人亲像即丛树仔抱着一粒石头，总是悠然地抱伫石头的中间，阮要欢喜学乐你无煞。主啊，求你伫即个中间，搁一摆互阮学习看无家己，互阮学习高举主名。互阮学习，毋是照阮的意思；互阮学习，乃是照你的意思。想使阮有教野听候安静的心，想使阮有教野的年日看见你荣耀的显现，想使阮伫阮生活顶悬，咸菜还阁有目屎。艰苦，总是阮犹原要亲像一丛树仔共款，大丛青翠。主啊，愿阮伫阮面对阮人生的困难的时，毋是用你成做阮的借口，反倒阮愿意用阮所拄着的情景，欢喜感谢上帝你的引带甲带领。主啊，互阮算孝稳定，互阮欢喜感恩，互阮伫即个中间，犹原去掉阮起初的疼心甲信心，愿你成做阮的牧者，带阮行头前的路。愿阮伫人生所行得时不得时、得志不得志的中间，阮因为去掉伫你的面前。阮拢要行过死命的山路。当阮有一日，阁有机会行到青翠的草边、草埔的时，主啊，愿阮高举你的名最大。安尼祈祷、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